大家知唔知股神巴菲特留俾仔女最珍貴嘅遺產係啲咩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時之沙閱讀，同你每日分享一本好書。華倫巴菲特，全球最富有嘅投資大師，身家超過1000億美元。但係你知唔知道佢嘅3個仔女冇一個承繼佢嘅金融事業？大女蘇時係家庭主婦同埋經營慈善基金，大仔 Howard 係農場主，細仔 Peter 係音樂家。當記者問佢點解唔將啲財產全部留俾啲仔女呢？巴菲特話：億萬財富唔會俾人哋能力同埋成長，反而會消磨你嘅激情同埋理想。我已經將我最珍貴嘅財富留咗俾我啲仔女啦。今日要分享呢本書係由范毅然編著嘅《巴菲特給兒女嘅一生忠告》。呢本書結集咗巴菲特寫俾仔女嘅人生信件，從人生處世、性格、財富4個面向，俾出咗39條深刻嘅忠告。我選擇咗其中12條忠告，話俾大家知道。第一部分關於人生，揾到你嘅熱情所在。忠告1：你嘅人生由你打造。巴菲特從小就話俾啲細路知，你想要成為咩人係你要自己去做決定噶。細仔 Peter 曾經回憶，佢細個時候迷上音樂，想買好昂貴嘅錄音設備，向父親借錢。巴菲特同佢講：你去揾銀行借啦，然後用你嘅音樂才華賺錢還返俾銀行，咁樣你先至真真正正會珍惜佢。Peter 當下覺得父親好小氣，但係過咗好多年之後就明白，父親係教佢想要嘅人生係要靠自己去爭取嘅。忠告2：崇尚工作而非報酬。巴菲特自己就係最好嘅例子啦。佢住喺60年前買嘅舊屋入邊，每日揸車去同一間辦公室。有人問佢點解唔享受生活呢？佢話：我每日去返工都係跳住華爾茲舞步入辦公室噶喎。佢話俾佢啲仔女知，工作應該係你好期待嘅嘢，而唔係你要去逃避嘅嘢。如果你日日起身諗到返工就會覺得好痛苦，咁你就係浪費生命啦。忠告3：獨立思考，唔好俾習慣左右你。巴菲特有一句名言：別人貪婪時我恐懼，別人恐懼時我貪婪。呢句說話嘅背後係獨立思考嘅能力。佢話俾啲仔女知，喺市場上群眾往往都係錯㗎，喺生活中亦都係一樣。唔好因為大家都係咁樣做，你就跟住做，用自己嘅腦袋思考。第二部分關於處世，建立你嘅信任資產。忠告4：交一群值得信賴嘅朋友。巴菲特話佢呢一世人最幸運嘅決定唔係買咗邊一隻股票，而係揀啱咗合夥人查理蒙格。佢話俾仔女知，你嘅價值好大部分體現咗喺你身邊5個人嘅平均值之上。揾到嗰啲比你優秀嘅人，同佢做朋友。巴菲特喺2019年福布斯嘅專訪入邊話：如果你嘅人生有一個方向，就要努力俾嗰啲你尊敬、渴望成為嘅人成為你嘅朋友。人生最快嘅成功路徑就係同優秀嘅人同行。忠告5：別人信任於你，切記唔可以失信於人。巴菲特話：信任就好似空氣一樣，當佢存在嘅時候，冇人會諗到佢，但當佢消失嘅時候，每個人都會窒息。有一次，兒子 Howard 喺經營嘅農場遇到困難，佢想請父親擔保貸款。巴菲特話：我可以幫你，但係你要記住，如果你還唔到錢，銀行會嚟揾我，而我個名就會蒙上污點。而你願意用你爸爸個名譽去冒呢個險咩？Howard 聽完之後決定自己諗辦法。後來佢成功渡過難關，亦都更加珍惜自己嘅信用。忠告6：儲存知識就係儲存黃金。巴菲特每日用5至6個鐘頭睇書。有人問佢成功嘅秘訣，佢指住一沓資料話：每日讀500頁，知識就係咁樣累積起嚟啦，就好似複利一樣。
佢話俾啲仔女知，一旦你停止學習，成個世界就好似喺你身邊快速掠過咁。你今日讀嘅一本書，可能會喺10年後俾你帶嚟改變人生嘅機會。第3部分，關於性格，喺逆境中磨練。忠告7，學會吃3種苦。巴菲特曾經同個女講，想要有出息，一定要吃3種苦。第一係讀書學習嘅苦，佢話呢個門檻係最低嘅成功方式。逃避學習嘅苦，將來就要食生活嘅苦啦。第二係批評嘅苦，佢將孩子比喻為大樹，父母比喻為啄木鳥，要幫手啄出身上面嘅害蟲。佢話俾啲仔女知，如果有人批評你，你唔好先急住嬲，諗諗佢講嘅嘢係咪啱先。如果係，感謝佢幫你睇到盲點。第3係付出嘅苦，佢話跌倒係學會走路之前必修課，唔好怕付出冇回報。人生就好似一個儲蓄罐一樣，你投入嘅每一分努力都會喺未來嘅某一天回饋俾你。忠告8，喺錯誤中學習。巴菲特從來唔掩飾自己犯過嘅錯。佢曾經喺股東信入邊公開承認自己嘅投資失誤，包括錯過咗亞馬遜同埋 Google。佢話俾仔女知，唔好對過去嘅過錯感到自責，至少從中學到一啲教訓，然後繼續前進。改進永遠都唔嫌遲。喺2023年嘅巴郡股東大會上面，巴菲特話：我係一個曾經無數次犯錯嘅人，但係我非常幸運，能夠喺優秀嘅朋友裏邊學到如何精進。錯誤係人生最好嘅老師，前提係你願意學習。忠告9，延遲滿足。巴菲特最著名嘅習慣之一就係延遲滿足。佢細個時候賣可口可樂、送報紙，將賺到嘅每一分錢都儲存起嚟。佢話俾仔女知，如果你今日將啲錢使咗，聽日就冇錢可以投資啦。如果你今日忍耐一下，聽日就會有更多嘅選擇。佢喺2023年嘅股東大會上面，佢俾年輕人一個簡單嘅建議：花費低於你嘅收入，同時避免有害嘅人活動，終身保持學習，延遲滿足。如果你咁樣做，你將會取得成功。第4部分，關於財富同埋金錢嘅真諦。忠告10，清楚自己嘅能力圈。巴菲特有一句名言：你唔需要成為一個無所不知嘅人，你只需要喺自己能力圈內做出正確嘅決定。佢話俾細路知，與其咩都唔做，不如專注做好一件事。細仔 Peter 選擇音樂路，有人問佢會唔會後悔冇進入金融圈。Peter 話：我唔識股票，但係我識得音樂。喺我嘅世界入邊，我都係巴菲特。忠告11，財富係工具，唔係目的。巴菲特嘅節儉係出咗名。佢住喺1958年買嘅屋，佢開住架舊車，早餐就係食麥當勞。但係佢同時係全球最大嘅慈善家之一，捐出超過370億美金。佢話俾仔女知，財富係應該用嚟幫助嗰啲不幸嘅人，而唔係用嚟炫耀。佢幫每個仔女都成立咗慈善基金，等佢哋可以學習點樣將啲錢用喺有意義嘅地方。忠告12，留低足夠嘅錢，但係唔需要太多。巴菲特曾經話要留俾仔女足夠嘅錢，等佢哋可以做任何嘅事，但係唔可以多到令到佢哋咩都唔做。佢解釋過多嘅財富會剝奪仔女奮鬥嘅動力。佢話億萬財富唔會俾人能力同埋成長，反而會消磨你嘅激情同埋理想。總結，要活出你想要嘅人生。你想被記住為一個有錢人，定係一個善良嘅人呢？一個成功嘅企業家，定係一個好爸爸、好媽媽呢？巴菲特嘅仔女冇成為股神，但係佢哋都喺自己嘅領域揾到幸福。大女致力於慈善事業，大仔投入環保農業，
細仔就成為艾美獎嘅得主。巴菲特曾經講過，幸福同埋快樂嘅人先至會活得長久，因為佢哋一直做自己真正熱愛嘅事。呢本書與其係話教仔女點樣成功，不如係話教我哋點樣過好呢一生。真正嘅富有唔係銀行裏邊嘅存款數字，而係你能夠自由咁做自己，愛你所愛，並且被你所愛嘅人愛住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，並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認為人生中最重要嘅一課係乜嘢呢？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